係唔係即刻想笑？心諗發夢冇咁早，我而家份工月薪3萬算好啦，扣埋強積金、家用、租金、保險，仲邊有錢剩？賺到1000萬，我連100萬首期都唔知湊到幾時啊，老細。定係你會覺得呢個世界梗有啲幸運人，但肯定唔會係自己。如果我話你知呢個唔係天方夜譚，而係一本全球賣咗過1000萬本嘅書提出嘅一個具體計劃，你會唔會想聽多啲？冇錯，就係呢本財務自由之路。作者博多謝費爾唔係咩犀利嘅億萬富翁後代，佢曾經係個欠緊一身債，對住財務顧問喊嘅年輕人。但佢後來成功翻身，成為歐洲最出名嘅理財教練。佢嘅方法幫咗全球無數普通人，包括好多同我哋一樣，一開始乜都冇嘅後生仔。今日我唔係要同你講啲空洞嘅發地夢，我哋一齊用普通人嘅視角拆解呢本書嘅精華，睇下點樣將佢嘅智慧用喺我哋呢個樓價天花龍鳳、生活成本爆煲，但同時又充滿機會嘅城市。第一部分腦交戰，你個財富軟件仲用緊 Windows 98。我哋成日話我想有錢，但個腦入面可能裝緊一套好矛盾嘅財富軟件。諗下阿媽細個有冇話過，有錢人都係奸嘅，穩穩陣陣打份工咪好咯。朋友之間係咪經常講今朝有酒今朝醉？使咗先係自己錢。見到有人開名車，第一反應係佢肯定係靠契爺，定係諗佢點做到？謝費爾話呢啲就係我哋潛意識嘅財富程式。好多香港後生一方面想向上流，想買樓，想生活得鬆動啲，但另一方面又深受揾食艱難、投資實蝕、有樓有鬼用、做到隻積咁嘅氣氛影響，結果會點？架車只會原地空轉，跟住耗盡能量。案例一。月光族阿明同開始改變嘅阿明，阿明同阿玲都係月入25000。阿明個程式係辛苦賺來志在史，去趟日本返工都有力啲，結果永遠月光。阿玲睇完書後開始質疑呢個程式，佢問自己：我去日本真係為咗充電，定只係跟風同消費？佢試下將旅行預算嘅一半用嚟上個網上課程學技能。1年後佢轉咗份工，月薪多咗8000。改變就從質疑你腦入面嗰句梗係啦開始。第一步升級，將我冇可能改變成我點樣先可以？想3年後儲到50萬首期，唔好諗點可能啊，改成問我點樣先可以每月多存5000蚊？係開源定係節流？開源可以係接 freelance 或者發展副業，節流可以係自己煮飯，亦可以係檢查啲自動扣費訂閱。第二部分，責任喺邊個？停止做受害者，做自己人生嘅話事人。我哋好易跌入受害者模式，樓價貴係地產商錯，人工低係老闆孤寒，冇機會係社會錯。謝費爾話呢種思維係財富嘅劇毒。佢講咗個好震撼嘅故事，一對孖生兄弟，老豆經常飲酒同家暴，一個長大後殺人。佢話我生活喺咁嘅環境，我仲可以點啊？變成殺人狂都係正常啦。另一個卻成為咗成功嘅律師。同樣嘅起點，截然不同嘅結果，關鍵在於回應方式。對應翻我哋啲打工仔，我哋可能冇咁極端，但思維一樣。例如你同同事齊抱怨公司 OT 嚴重，冇得升職，同事選擇繼續抱怨，放工就打機麻醉自己，而你選擇承擔責任，即係唔怪環境，係為自己嘅回應負責。於是你放工用2個鐘去學多門技能，經營副業或者積極揾新工。1年後，你哋嘅財務狀況肯定截然不同。博多提出嘅可控領域概念就係專注喺你可以改變嘅事上，例如你嘅技能、時間分配、消費習慣，而唔係糾結喺你控制唔到嘅事。例如全球股市、美聯儲加息，你嘅可控領域會因為你嘅行動而越擴越大。當你停止抱怨，開始為自己嘅反應負責，你就由棋盤上嘅棋子變咗做下棋嘅人。第3部分，儲蓄嘅魔法唔係慳，係支付未來嘅自己。講到實際行動，第一件事唔係投資，而係儲蓄。但依家大環境使費大，點儲？博多提出革命性概念，首先支付自己，即係話每月出糧。第一件事唔係交卡數，唔係俾家用，而係立即將至少10%收入轉入一個獨立嘅唔會動用嘅儲蓄戶口。佢叫呢個做養鵝賬戶。剩低嘅90%先用嚟應付所有開支。你可能會驚，得90%，邊夠使啊？
神奇嘅係，作者同無數讀者發現，你用90%生活同用100%生活，差距遠冇想象中咁大。嗰10%你根本唔會好掛住。例如同樣月入2萬嘅兩個打工仔，小玲出糧使錢，月底有成仙儲，結果通常月光或儲得1000幾百。小君出糧即刻自動轉賬2000去俄胡，用18000規劃生活。1年後，小君已靜雞雞儲落24000本金，但係生活質素同小玲相差無多。更絕嘅係博多建議，每次加人工將加幅嘅50%存入俄胡，譬如加咗3000就儲起1500，咁樣你生活慢慢改善，同時你個俄胡會以更快速度長大，準備生金蛋。普通打工仔人工加幅慢，更要用呢招把握好每個機會。第4部分投資入門前點樣替你24小時打工？嗰樣大咗要點生蛋，就要學投資。博多俾出一個黃金定義，任何能將錢放入你口袋嘅嘢叫資產，任何將錢從你口袋拎走嘅嘢叫負債。好多後生仔嘅誤區，例如自住樓每月供款、管理費、差餉，錢不斷流出，所以佢係負債。雖然係有需要嘅負債，佢俾你安樂窩，但唔會直接生錢。至於收租樓呢，租金收入大於按揭及雜費，產生淨現金流入，呢個先係資產。咁一架車呢，車由落地一息就貶值，仲要加油、保險、維修，係典型負債。一個派息穩健嘅藍籌股或指數股，定期有股息收，係資產。投資就係要不斷買入資產，等佢哋為你帶嚟被動收入。博多特別強調要投資有形資產，如優質股票、物業、生意來對抗通脹，而唔係淨係放錢喺銀行、貨幣資產等貶值。佢仲介紹咗72法則，用72除以你投資嘅年回報率，就知資金多少年翻1倍。例如回報率100%，72除8等於9，大約9年翻一番。了解複利嘅威力，你先有耐心同紀律。第5部分開源加速，點樣令自己更值錢？除咗節流同投資，最重要嘅係開源。博多話你嘅收入正確反映你為市場創造嘅價值。如果想加人工，唔好同老闆講你等錢使，你要展示你值更多錢。點提升價值，成為你領域嘅專家。唔一定要做科學家，你係一個犀利嘅銷售，一個識捉蟲嘅程序員，一個搞氣氛嘅活動策劃，都可以成為專家。方法係持續學習，輸出你嘅知識，例如寫 blog 或者拍片。當你嘅名同某個專業能力掛鈎，機會同嘅界自然會嚟。依家嘅 freelance 平台、專業社群都係你展示專家身份嘅好地方。好啦，由於時間關係，我哋今日重點講解咗財務自由之路最核心嘅心智模型同行動框架，由更新財富信念、承擔全責到運用富人思維、聰明儲蓄、精明投資同埋提升自我價值。本書嘅終極藍圖係帶你步向3重境界。財務保障即係有應急錢，財務安全即係被動收入覆蓋基本生活，同最後嘅財務自由等於被動收入資產夢想生活。呢條路唔係靠運氣，而係靠一套可學習、可執行嘅系統。嗰啲永遠從第一個覺察同第一步行動開始。不妨今日就問問自己，我嘅財富軟件需唔需要更新？我可唔可以立刻開一個養鵝戶口？希望今次分享能為你帶人一點啟發。如果想知道更多書中關於債務處理、具體投資策略同埋點樣制定個人財務計劃嘅內容，歡迎留言話我知。呢度係閱讀會，我哋下個視頻再見，拜拜。